大家平安。今天7月10日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带领。让我们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天父，阿爸天父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。天父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饶恕的恩典，一直释放我的心，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，阿爸天父。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，打开心门，领受你的爱，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。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，高举双手，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真爱你。像小孩子亲近你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叫你，阿爸，打开心门，领受你的爱，你是最爱我的阿爸。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叫你，阿爸，高举双手，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真爱你。
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，打开心门，领受你大爱，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，高举双手，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深爱你。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。高举双手，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深爱你。高举双手，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深爱你。阿爸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天上的父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高举双手，领受你的赏赐，你的应许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向你说我们爱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爱的阿爸父，发自我们内心来呼喊你，就像孩子一样，叫着爸爸，叫着爸爸，叫着阿爸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回转向你，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医治我们的心，拥抱我们，让我们领受你的爱，让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伤痛被你抚平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话语，愿主你赐恩于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带领我们，恳求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7月10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4节到第20节。列王记下第9章第14节到第26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于是耶户计划反叛约荷兰王。那时约荷兰王在耶斯列养伤，因为他在拉末战场上打叙利亚王哈薛时受了伤。耶户对他的同事们说：“你们若拥护我，就不要让任何人逃出拉末，到耶斯列报信。”于是耶户坐上他的马车，往耶斯列去了。
约荷兰的伤还没好，犹大王亚哈谢到那里探望他。以色列守望台上站岗的守卫看见耶户和他的部下往这边来，就呼叫：我看见一队人往这边来。约荷兰说：派一个骑兵去看看他们是否友善。骑兵到耶户那里，对他说：王要知道你的来意是否友善。耶户说：管你什么事，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守望的人报告说：派去的使者到了他们那里，但没有回来。王又派另一个骑兵去，这个骑兵问耶户同样的话。耶户又回答：关你什么事，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守望的人再报告说：派出的骑兵到了他们那里，但没有回来。他又补充一句：那队人的首领发疯似的赶车，很像耶户。约荷兰王下令说：预备我的马车。马车预备好了，他就跟亚哈谢王各乘马车出去会见耶户。他们在拿伯的田里会见了他。约荷兰问他：你带来平安吗？耶户回答：怎么会有平安？国内还有你母亲耶洗必始创的邪术和偶像，会有平安吗？约荷兰调转他的马车，一面逃一面叫：亚哈谢啊，烦了！耶户张开弓，使出所有的力气，一箭射中约荷兰的背部，穿过他的心脏。约荷兰倒在马车上死了。耶户对他的助手毕甲说：把他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吧。记得你我跟在约荷兰王父亲亚哈后面赶车时，上主对亚哈说过这样的话：我昨天看见拿伯和他的儿子们被谋杀，我一定在这同一块田里惩罚他，所以你要把约荷兰的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，好实现上主的话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4节到第26节。列王记下第9章第14节到第26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第九章这边，我们昨天看到了上帝给以利沙一个使命，让他差遣一个年轻的先知去膏抹耶户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我想昨天的分享里面，让我们看到那个年轻人，他能够勇于回应，勇于的去承担这样的使命，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使命。很不容易，他把这个使命完成了。所以接下来是承接使命的人，他该怎么样来做？当我们看到前面上一次以利沙去膏抹那个网的时候，他很难过，因为他所膏抹那个王，他看见他将会对这些人们，对之前那个王出手杀害，而且是很残忍。接下来我们看，当这个年轻的先知膏抹了这个耶户之后，我们来看这个耶户他后续的一些作为、一些改变。在前面里面，他或许会感觉好像有一点开玩笑性的，他是不是在当中是真的要让我做王吗？如果是我是做王怎么样？那旁边人在说啊，那个疯子对你说了什么？所以有在当中看到那种反应的人，会直接开玩笑说他是疯子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接下来这边讲到说，耶户他听到这些之后，他开始有一些计划。其实或许他心里面也开始有这样的想法，而在当中被上帝膏抹之后，他就开始有更实际的行动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他就开始计划了。耶户他就开始计划要反叛约荷兰王，要开始计划要反叛约荷兰王。那时约荷兰王在耶斯列养伤，因为他在拉末战场上打叙利亚王哈薛时受了伤。这是前面第8章里面所记载的，在这样打仗的过程当中受了伤。所以受了这样伤的时候，他在养伤。那这耶户他被拣选出来之后，他就开始在计划要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在当中他就开始在做计划，要怎么样让这些事情来完成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那时候他们在开玩笑，或者说真的是在这样模拟。他们前面经文我们看到说，这些同事们，这一些跟他在他身边的人，那时候听到说耶户被膏抹了，他们就把衣服拿下来铺在地上，铺在台阶上来迎接他。这时候我们看到耶户对他同事们说，你们若真的拥护我的话，就不要让任何人逃出拉末到耶斯列报信。所以这当中也看到说，我们要去攻打拉末这地方，把约荷兰拿下来。所以待会我们如果去攻打那边的时候，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离开拉末，能够去到耶斯列报信，不要让任何人离开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前面在讲到说，已经受了伤了，回到耶斯列养伤。所以当中我们在当中要去攻打约荷兰的时候，不要让任何人离开这地方，回到耶斯列里面去报信。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去攻打，要一起去攻打了。所以不要让任何人跑出去。所以当中也就是留下来的都是我们的人，那些依然要归向约荷兰的，就要把他们拿下来，不要让任何一个走漏风声。所以接着耶户坐上他的马车往耶斯列去。约荷兰的伤还没有好，犹大王亚哈谢到那里去探望他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亚哈开始跟约沙法那时候开始，这两国他们关系就又开始变好了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耶户就开始要去攻打耶斯列，要去攻打约荷兰。在一般人来看，他这是造反了；而在当中回到前面来看，这是上帝要赐福给他的。
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事情开始要发生了。当然，王所在的地方一定会有守望台在那边看周围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当中守望台上的站岗的守卫看见了耶户和那部下往这边来，就开始通报了，说我看见一队人往这边来，我看见一队人往这边来了。我们看到这些守望台上的人是很尽责的，他们在当中看见了，也就回报了。在当中我们也是一样，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守望祷告，为了这许多事情来守望，为了教会来守望，让我们透过祷告来守望，让这当中不受到许多的撒旦的攻击。当我们有所看见的时候，有所领受的时候，也需要跟我们弟兄姐妹、跟我们的同工来分享。在当中，我们要为着这时代来守望，要为着这国家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守望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这些守望的人，他们看见的时候，就开始跟旁边说，跟这周围的人说：“我看见一队人马往这边来了。”所以，当他这样回报之后，约翰兰说：“派一个骑兵去看看他们是否友善。”所以，当中我们看到的时候，也要看到说：“哎，这些人他们来是要做什么？”先派一些人，先派一个人过去。去看看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是要来攻打的，还是在当中是我们的伙伴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很重要，也就是这样要守望的人，而在当中也要派人去了解一下那边的人的状况是如何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，在当中去明白、去了解。所以要有守望的人。而在当中也要派人先去那边看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派过去的那骑兵去到耶户那边的时候，他也是问他说：“王要知道你的来意是否友善，你来这边要做什么？所以你们这样一堆人冲过来，你们是要做什么？”耶户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”所以就马上去收编他了，所以把他收编回来，就跟在我后面，你不用管那么多，你跟我就对了。所以耶户跟他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”所以在这状况当中，在处理的时候是这样的事情，而那守望的人也继续报告说，派去的人到了他们那边没有回来。照理说应该是问了一些问题之后就回来了，但是没有，派去的人去了之后就没有回来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他就把他收编了。当然没有一些回应之后，王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去，派去的人也一样问耶户同样的话，耶户又问他说，又回答他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”所以他又要收编他，也跟他说：“你不用管那么多，这是我跟约荷兰的事情，不在于你。”所以就跟他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转身跟在我后面。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耶户这样回答他，所以那个又跟在他后面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里面守望的人又再度回来报告说，派出的骑兵到他们那里都没有回来，所以派去的人到他们那里都没有回来。而这样的守望的人，其实也很尽责，要去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或许我们有人当中，有些人的生命是一个守望的人，站在那瞭望台去看发生什么事。有的时候，先知也是一样，也就是去看发生什么事。而先知也通常是领受上帝的话语的人，上帝命令的人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守望的人再回来报告，因为派去的人都没有回来，所以他又补了一句话，因为他在那边很尽责的这边看，所以他在那边看的时候，看那个人那队的人的首领发疯似的赶车，很像耶户。
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户在这个国家里面应该还蛮多年的，而这些兵、这些守望的人，他们眼睛很敏锐，也很会观察，也在当中看的时候，有可能看那个人，有可能看那辆车，有可能看那举动，有可能看着那些旗帜。透过一些观察来说，那个人很像耶户，所以有可能从他的旗帜来看到，哇，这个军队是耶户在带队的。所以当中用了多种方式在观察，也去了解这个是谁。所以就从他的观察来说，他觉得那个很像是耶户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兰，他就下令说：“预备我的马车。”因为派去的人都没有回来，而这个人也很像是耶户，所以他就交代说：“预备我的马车。”所以这个王他也很想要知道这个人或许是耶户，而这个耶户来是要做什么？是带来好意吗？所以他就说：“预备我们的好马车。”车预备好了，在当中也很好玩，他竟然是跟亚哈谢王都坐着马车去见耶户，一起去到那边。或许这是一种下马威，或许这也让他看到你不要轻举妄动，或许这也要带着亚哈谢一起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好事。但是没想到他们在拿伯的田里会见了他。拿伯的田里，我们看到后续的经文，这当中一直在出现。因为这块田是亚哈喜欢的，但拿伯没有要给他，因为这是他家人所留下来的。但是前面也提到说，当他这样忧忧愁愁的时候，耶洗必知道了，所以就用一些方式把这块田地拿下来，也杀害了拿伯。而这样的做法当中，也让他们更大的罪临到这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在拿伯的田里会见了他。其实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我们做的事情，上帝都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遮遮掩掩的，就像当我们这几年在看新闻事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都这样报道出来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是遮掩的，但是上帝也让它搬出台面了。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没有人看到，但是上帝都知道。拿伯的事情也是如此。亚哈或者说耶洗必会觉得他用的手法很好，但是上帝也让他清楚知道，这些作为上帝都知道。你们流了拿伯的血，你们也要在当中去面对你们该面对的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所犯的罪是很重，他所做的比耶罗波安还严重，而这当中他也又把那些巴力其他的神引进来，而在这里面也为了自己的私心，虽然他没有出手，但他同意耶洗必这样做，所以他们的后代不能存活，不能存留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合上帝的心意，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来走。所以这边看到说，他们在拿伯的田里会见了他。当他们碰面的时候，约荷兰就问他说：“你带来平安吗？”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也是这样问。在撒母耳记里面，也有人问过大卫：“你来这边是带着平安吗？”其实也在问你来这边做什么？你来这边是要带来征战的，还是要带来平安的？
你带来的是平安吗？约荷兰问他：你带来平安吗？但是我们看到耶户他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所以当中他带来平安的吗？耶户回答他：怎么会有平安？确实在当中，让我们去思想耶户所说出来的，怎么会有平安？这国家里面还有你母亲耶洗别始创的邪术和偶像，你把这些邪灵都带进来了，怎么会有平安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当中透过这句话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有人把那些东西都带进来，那怎么还会有平安呢？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不信上帝；当我们在教会，你把那些其他宗教的东西一直在带进来，那怎么会有平安呢？在做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也呈现你并不想要跟随这个上帝。所以让我们在当中看到了许多事情，其实我们在讲的都不仅仅是弟兄姐妹，也包括我们的同工，也包括我们的长子，甚或是牧师。当我们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引入这许多东西？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讲到说，为什么上帝要把迦南地的人都杀死？上帝为什么要惩罚耶罗波安之下之后这些人？更大的惩罚耶洗别和亚哈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因为他们引入了这许多，得罪了上帝。在当中，列王纪一直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你要不要回来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跟随上帝的脚步。所以在这里面都很重要，有没有能够在当中跟随上帝？你愿不愿意这样跟随？其实有很多人的跟随都是有附带条件的。我可以跟你啊，但是就像有些人信主的时候，他说我没有要放弃我们过去的，我过去那些我还是继续拜。有人信主很久了，但他还抓很多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上帝只是其中一个，在这众多当中的其中一个。就像之前也有人打电话来教会，在谈的过程当中，他觉得你们的耶稣跟我所信的都是好朋友啊，所以我可以去了解看看，我可以在当中对他来讲就只是多信一个，而且当中可能较量看看哪一个比较厉害。这样的较量，其实我们在以利沙那时候也看过了，让巴力、让亚斯他路他们的这些先知们来献祭。你们看，你们求了一整天都没有事情发生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说，这样的事情里面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些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边看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又提耶洗别？其实也是因为拿伯这块地，他们这样流人的血，而耶洗别的是犯了很重的罪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许多事情在这当中在发生。所以怎么有平安呢？其实当我们在看耶户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让我们有更深的反省？在当中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怎么会有平安呢？因为在你们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民间信仰的东西在里面。不管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或者是很多代的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带了许多那些东西进来。第一代的基督徒很自然的把他过去的信仰的东西带进来，但是有些也祈求能够把这些放下来，把这些炼尽。
我看过很多人，他毅然决然的把他们家那些都清除掉。在清除的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，有些人会觉得哇，这个材质很棒哎，这个是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木头的？这是块木的还是什么木头的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可惜，为什么要丢掉？有人会觉得这金炉，它里面材质是什么？哇，当初花多少钱买的，很可惜耶。但是有些人就觉得，不管它是多少钱，都该丢掉，都该清掉，不是在看那上面那些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看的时候，就回来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也跟他们说，不用去爱惜那些。其实，在上帝来看，那些都是一样的。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的心，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不在于那些东西的材质，那些东西的功夫如何。如果上帝在当中赐下的东西会比这些更美好，所以各位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愿不愿意让这一些邪术偶像，让这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都离开，都离开？所以他讲的也是对我们在讲的。你的生命里面还有许多那些其他的东西，怎么会有平安呢？你的生命里面持续的有那些东西，那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所以我们要摒弃那一些，我们要清除掉那一些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每天灵修当中，或者是当我们有可以的话，我期望我们能够来参与在我们的培育课程以及营会里面。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营会、每一次的课程，将我们的生命里面清理干净，让我们生命被清理干净，让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污秽的东西被清干净，不再捆绑我们，不再污染我们，让我们不再被影响。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还在，会有平安吗？确实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可以这样去思想：会有平安吗？当然，约翰兰听了这些就懂了，所以他赶快调转他的马车，赶快跑，边跑边喊说：“亚哈谢，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，造反了，造反了！”这时候没想到，耶户张开弓，使出所有力气，射出一箭射出，射中了约翰兰的背部，穿透了他的心脏。约翰兰倒在马车上死了。我们可以说他的弓法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精准，用尽所有力气射出那一箭，就射中了约翰兰。也可以说这是上帝所允许的。所以让那支箭很精准的射中了约翰兰的心脏。所以这两个都需要加在一起。平常有在训练，平常有在训练他的体力以及他的功法，而在当中也搭配了上帝的心意在当中，所以射出了这些箭，很精准的射透了约翰兰的心脏，所以约翰兰就死了。所以这整个事件当中，我们都看到的是一种残杀，一种杀戮。当然，这当中可能这个世界里面可能只有约翰兰死了。所以在这边就交代他的仆人说，把他的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。记得你我跟在约翰兰王父亲亚哈后面赶车时，上主对亚哈说过的话。所以就是把他丢在拿伯的田里。
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，这事情就发生在拿伯的田里。这也是当初耶洗别下手要拿下的田地，而在当中也造就了他们后续生命，他们的家族的命运就是如此。用我们的话来讲，这是他的命运。而在当中也看到了他们做了这样的设定，他们出了手做这样的事情，上帝也出手去做这样的处理。所以他提醒他旁边的人说，我们当初也听过上帝对亚哈王所说的，他说，我昨天看见拿伯和他的儿子们被谋杀，我一定在这同一块田里惩罚你，惩罚你包含他整个家族，这样惩罚他们。所以你要把约荷兰的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，好实现上主的话。当然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会想到两种，一个是这是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惩罚要临到这个家族。当然另外一个想法是，我们看见耶户他要合理化自己的作为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了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这也是人的参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当中的时候，会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在发生。在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怎么样在祝福着以色列，在当中也会看到人怎么样犯罪来得罪上帝，离开上帝。其实我们一直看见的是，当我们归顺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赐福；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甚至去跟随其他的，甚至害了其他的人，也一起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也是这样出手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？而很重要的是，上帝一直要把人换回，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主。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不是只是陷入在那当中，而是进入到那里面去思想，上帝要怎么样来带领，上帝在当中的心意是什么。也回到前面在讲的，在这当中会有平安吗？耶户所说的会有平安吗？因为我们没有顺服上帝，因为我们一直远离上帝，因为我们把许多外面的东西掺杂进我们的信仰，掺杂进教会里面。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啊，很棒啊，但是你不知道这里面带了太多异教的东西在这当中。所以我们也要祷告，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这当中所经历的这许多一切，都回归到信仰的本质，而不是只是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会不会做了许多得罪上帝更多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回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或许我们也可能会像约荷兰王这样在问：你是带来平安的吗？也或许人们会跟你说：你生命里面掺杂了这么多东西，怎么会有平安？单单的跟随耶稣吧，弟兄姐妹，单单的来跟随耶稣吧。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让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恩典。阿爸天父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，领受你的祝福。阿爸天父，让我们时时的经历到主你的同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在许多时刻，我们会做了许多的决定，我们也会不小心或刻意的让许多东西来影响我们。但是主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回到你面前，回到你面前来跟随你，回到你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愿意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，让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悦纳我们今天所摆上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